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是鍾玉權阿 Q 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啊，我同大家來透過當有限的一個下注哦。做乜嘅呢？因為我來是茶，其實也全台灣各地有種當到有當到種茶的素材。唔到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做茶做嘅5代人，韓國有老也苗栗菜鐵紅曲來做結合，生來係用版的茶咯，細細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底度也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恰比珍 BB 分享。大家好，我是恰比珍。今天來到這邊很開心，可以分享我們5代傳承的茶品。哇，真係傳承的5代嘅廠哦。今日也有請到 BB 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先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其實 BB 真係算係來自於這個茶世家，是對不對？你其實唔係苗栗人，你係嫁到苗栗嘅苗栗新橋，苗栗媳婦，對不對？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做乜嘅唔會有安樣嘅創立這個品牌？韓國其實被同下後品牌同銅鑼在地沒有懂得嘅結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實呢，從南投的茶山，其實我們已經做5代，我是第4代。你是第4代，已經有下一代確定了。是，沒錯。那從南投的茶山，其實到我們銅鑼的茶山，其實就是滾動式的，其實就是不同的一個山樣的面貌。那其實茶的一個就是風貌跟口感，其實有不同的一個體態，然後跟分前中後的韻味。所以其實我們已經做5代了，那就是每一代的一個就是傳承的一個就是想要發出的使命感是不同的。對，所以頭前作為4代、5代都要他聽4代、聽5代，BB 是第4代了。所以你想為老木卡在南投經營的這個茶的味道帶來苗栗。當初你一開始來到苗栗，因為其實苗栗沒有懂得飲食茶，其實客家人都超愛喝茶的。嗰陣時你來到苗栗，也有帶南投的茶來到苗栗，從嗎？嗰陣時大家的反應是什麼？大家就是一開始喝到覺得很驚訝，就是說，怎麼會有這種口感？然後完全從以前到現在沒有喝過，所以呢，就是他很希望，就是親戚朋友希望我在就是在銅鑼在地有一間茶屋，可以就是他們3不5時可以過來喝個茶。所以點都係做嚟友啥，也就親戚朋友就想講，迄個曖昧做得多鴉片有一間素材做得來好好喝茶，所以就促成你開了這一個店面，對不對？但是後來也其實是因為人家欣賞啲苗栗啲個種紅曲。對，銅鑼最有名的就會紅曲，對，你要欣賞啲個種紅曲，不過你也把這個杭菊跟你們家南投的茶也做了一個結合。是因為當初呢，在苗栗縣政府，他有舉辦一個就是活動的比賽，那我就是有一個突發奇想，因為我們就是在南投的山區，我們主要的話就是一個39年的老茶樹。39年，就是用39年的老茶樹的蜜香紅茶，然後結合在地的杭菊，那用其實中間經歷很多次的一個就是拼配跟這個比例的拿捏跟烘焙，然後就是比例的話就是調出最好的口感來參加比賽，有榮獲在地青年好物的優等獎，也蠻開心的。苗栗的是哦，故說兩個之後也算係兩家子的產業的一個很特殊的結合。其實頭擺我記得節目當中沒有收業過類似這種的，反正就是他們兩夫妻，然後個個來自某 Q 用給三亞，但是呢在某一個地方結合在一起，然後老用種素菜的風土，韓國霧山老米西全部結合在一起，所以 BB 也像是這樣子，對不對？沒錯，你說南投民間的茶是那既然係茶嘅 TC 台，其實節目當中應該講東漢的收業到 TC 台，就是很少見到有茶4代的，那3代已經很了不起了，你是第4代，甚至 T5台，等一下會出現在我們節目當中，都 TC 台耶。應該小時候有很多有相關按用做茶嘅故事，都在同大家來分享，對不對？有很多做茶的記憶，跟大家來聊聊，你小時候有沒有哪一些跟做茶很特殊的記憶？其實小時候的記憶非常的豐富，然後其實覺得小時候做茶並不覺得辛苦，是件很好玩的事情。對，你確定嗎？因為我所知道的做茶是很辛苦，那個茶師都磨一磨牙，沒有在睡覺的耶。對，因為小時候
主要的一個就是協助的心態是一個陪伴，因為我們本身就是有4個兄弟姐妹，那我們是2個哥哥，然後我是最小，還有一個姐姐，所以我們是兩個，有時候就是週末的時候放假，禮拜5晚上或禮拜6晚上，我們會協同爸爸媽媽一起做茶、炒茶的部分。然後那時候雖然晚上就是起來會很累，那是一種掙扎的過程，但是因為做茶，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其實就是少量多餐，就是會分午餐。那到晚上的时候也是會有宵夜，我們就晚上起來還可以吃個宵夜。以前小時候很喜歡吃泡麵，覺得哇泡麵好香，但是現在才想到說原來以前的泡麵就是對身體比較不好，因為其實以前農業時代的話就只有泡麵跟麵包比較晚上可以果腹的時候，所以在晚上起來我們就可以吃個小點心，然後協助媽媽就是爸爸他們比較就是讓我們可以就是負荷的一個小地方，然後他們是做比較大的工程這樣子。對，聽說你是幼稚園就可以做一個很厲害的技術，叫做日光萎凋。是，沒錯。這是什麼意思啊？日光萎凋呢，主要因為茶葉它有分很多的步驟，那主要在茶園採回來之後，我們先要讓它鋪平在我們的布上面，所以呢，在日光萎凋的部分，其實也是要有一些小技巧。那我們拿着工具，然後就是前後2邊的把茶葉就是翻覆，讓它平均的攤在就是我們的布上面。那在走的當中，其實我爸非常的嚴格，他會就是很小心看你腳有沒有去踩到茶葉。所以其實就是那時候大家就是也是承認，就是覺得就很特別，這麼小的一個小朋友竟然就是可以做這種工作，然後就是大家就是都在那邊討論，我才想說，大家都是在講什麼？因為媽媽會有分享到這一段，然後覺得原來我這麼小的時候就開始幫忙做日光萎凋了。哎呦，幼稚園開始就開始會來做茶哦，這真的是爸爸有認可說我女兒幼稚園就可以做茶這樣子。是，對。哇，真強哦！故說今日節目當中也有請到呀，做茶嘅提示推來到節目當中。其實剛剛一直講到的就是先前在南投民間的記憶，不過人家哈嘉都苗栗、阿美地苗栗算是在苗栗生根了，因為接下來也在苗栗開了這一間茶行，這間茶行的名字叫做藍田，其實跟南投民間的茶廠已經名字完全沒有關係，對不對？嘿，完全當做一個新的品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品牌的名稱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子取嗎？我主要處於藍田的部分。因為山跟風結合，因為我們家主要做的話就是走自然生態，然後完全就是沒有噴灑農藥，那甚至用有機肥、酵素肥、豆殼類去施肥，那結果就是在我們苗栗當中呢，其實就是推廣的蠻好的。在就是取決於藍田的話，就是雲霧繚繞，所以就是最新鮮的空氣。然後有另外一個含義，也是南投的南的諧音。南投對藍田，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做就是研發的人，所以就是把它就是從藍田茶屋，然後改到藍田茶研所，是今年的一個新的品牌的一個亮出。哇，很棒哎，這個意境很好，而且我覺得，沒有苗栗的感覺，但是也有南投的這個藍在裡面，所以就黑到南投同苗栗結合做共下。其實我也蠻好奇的，因為其實在苗栗種茶跟也沒黑以為，也是有人在苗栗種茶。跟當初既然來到苗栗了，然後先生也是在種行菊，也是就是務農這一個領域上面的，你當時有想到講？有從此等講有可能在苗栗來種茶，可能嗎？有想過在苗栗種茶嗎？其實有就是一開始我想有跟爸爸討論過，想要在苗栗種茶。那其實，在銅鑼當中，我們自己也有就是田地，對。但是後面就是有去詢問很多長輩，他是說，其實就是銅鑼的水源在我們行菊田旁邊是不適合種茶的。那如果為什麼？因為水太多了，對茶部分是一個就是太足。那另外的話，就是如果說要再往山頭走一點的話，爸爸是覺得我一個人會比較繁忙一點，因為我本身也是自己有4個小孩。那4個小孩是不是？沒錯，這麼多個。對，除了4個小孩之外，我本身也是兼就是就是學校的一個就是代課老師。還有今年也有考到我們的樂齡老師，那以及就是有去考茶藝師以及品評師，所以有時候就自己一些就是活動的露出世貿啊，或是展覽館，都是自己親力親為，所以爸爸不希望我太忙這樣子。一方面是因為
環境同樓環境的關係，環境的關係。另外一方面，就會因為比比他自己的身份非常非常的多。剛剛有講到一點點，然後就是說，其實你也有在社區或者是學校沒有開課，然後這些課都是跟茶席有關的課程嘛，對不對？所以有很多內容，等下都做得好好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剛剛有講到這個茶4代，等一下節目休息過後，我們的茶5代要來到節目當中，會同大家來分享。先來記得有那條故事同苗栗有那條結合咯。先休息一下，等下這個轉到節目當中哦。好，非常聽感有真的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下節目中哦，有講到愛叫搶到茶5代嘅傳人，佢係馬上咯，細細個來分享安尼茶5代嘅傳人一語分享。大家好，我係李一語，我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裡。哦，分享好可愛喲、哦！所以 BB 也係我嘅妹耶，你的女兒。對，你剛剛有講，你恭喜耶。對。對，其他嘅兄弟姊妹根本就冇來，對，要念書了，要念書，哦，所以請一語來到節目當中。但是聽說要當茶5代的不僅僅是一語，是不是？對，沒錯。所以其他3個兄弟姊妹也對於這個產業非常非常的有興趣，對他們蠻喜歡，然後也結合就是二胡跟古箏的一個連結這樣子。真的啊！對，所以他們還有其他的才藝。是，那一語有負責其中一項嗎？一語最主要的負責就是泡茶的部分。哇，這麼厲害！故說今天就會有請到我們的小小茶師一語，來泡茶本台嘎生嘍。那我們是不是先來介紹一下，就是店裡的招牌？剛剛有講到，這個比比來到苗栗過後，有一項青蔥有個結合，就係老在南投的茶同苗栗的紅Q 來做結合，而且還有得獎，就是這個蜜香紅茶跟杭菊的結合。對，那也他是不是要跟我們來分享一下它的味道？而且聽說冷泡、冷泡同小泡吃起來是有不一樣的口感哦。對，沒錯。哦，那我們是不是要來介紹這一支茶？好，那你來介紹嗎？我先來。好，來你介紹。這個是蜜香杭菊蜜香紅茶，就是杭菊節才會有的茶，其他地方沒有的。哦，很棒哎！然後這個是爸爸種的杭菊嗎？嗯，對。那你自己覺得喝起來這個味道怎麼樣？嗯，比較甜。甜。好，那我們現在就請這個小小試茶師豆茶本改色蔥嘛。好，我們來請麻煩這個一語。哇，很穩哦。這個是熱泡的部分，然後我前面這一杯是冷泡的了。對，哎，其實看起來茶湯的顏色不太一樣。對，不太一樣。對，因為冷的時候它是清甜的一個杭菊的清甜香，那熱泡的話它有豐富的就是小葉蟬丁瑤的果香。謝謝。那我應該要先喝熱的還是先喝冷的呢？可以先喝冷的看看。先喝冷的，那我先把熱的放旁邊。好，然後先喝冷的。這個看起來感覺色貌就是比較清淡、比較橙黃的感覺，沒有這麼深的顏色。我喝一下，很清爽哎。OK， 而且剛剛那個杭菊的味道，一開始一入嘴就會到嘴上。紅 Q 跟蜜西一開始就會出來，然後後面的再淡淡的給它一點點蜜香紅茶的尾韻在後面。對。很好喝哎，我好像真的是調100色豆杭菊跟蜜香紅茶的結合。對，所以這算是有多層次的味道。對，就是它比例的拿捏，我們就是像是做了很多次的一個就是調配這樣。可以想象，因為感覺杭菊再重一點，或是蜜香紅茶再重一點，好像都不太對。所以這個比例應該會不好去總結的哦。好，韓國，另外這個是熱泡的部分。對，熱泡我有應該要怎麼喝比較符合規矩嗎？很緊張，這樣子。可以輕鬆的喝，可以輕鬆喝，是不是？好。
味道不一樣。完全不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子？它按用說起來，它的紅 Q 跟蜜系就沒有這麼重了，它比較重的會是蜜香紅茶的尾韻先出來。沒錯。但這樣喝起來感覺是另外一種茶哎。對，就很特別，這就是我们很特別的一個獨家秘密的地方。那主要的話就是有特地再把它重新做調配，很厲害的地方是一般的茶包的話可以泡350到400cc，但是我們這個杭菊蜜紅茶的話，它一包可以從1200cc到1500cc。等一下，一包对可以从1100到1500，根本是懂胎乾。对，那這樣子，其實如果我們買胎乾一系列礦泉水，也是可以直接丟這個茶包進去的，是可以的，就會變成是冷泡的風味。對，那它熱泡也是可以沖這麼大量的水。就是剛剛是熱泡部分，冷泡的話主要的話就是看自己的那個礦泉水的比例的，但是一般冷泡茶要6到8小時的時間就可以喝了。我很好奇，易宇你是小朋友，你大概多小就開始喝茶？從2年級的時候。2年級，然後你就喜歡喝茶？對。那如果就是現在小朋友應該有懂得手搖飲啊，那應該都會接觸到了。跟外面的手搖飲比起來，你覺得家裡的茶好喝的地方在哪裡？茶味比較濃哦，所以茶味比較濃，就是你比較喜歡喝家裡的茶，比起外面的手搖飲。聽說他同學很羨慕他的飲料，是不是？有時候他都會泡冷泡茶到學校去。對。然後同學就覺得哇，好好哦，這麼該牛暗紅色的茶我沒有，就是很舒服的一個茶湯的。對，所以這一款是蜜香杭菊蜜香紅茶。是。還有另外一種茶要跟大家分享，對不對？有第2款的，請易宇先介紹吧。那說你要先介紹吧，沒關係，就是我來介紹的話，這個第2款的話就是我們的是比較特別，是小綠葉蟬叮窯的。對，這是蜜香紅烏龍的部分。對，那一般的紅茶它是條索狀的，那這個是我們做3天2夜的一個時間性，然後慢工細火，所以主要的話它就是味道也是有拿捏多層次的味道風味。那它有分前中後的一個調性又不一樣。好，還有前中後。是。好，那我就要迫不及待的來試試看嘍。謝謝。那這一款的話，今年有得到我們的就是在後面。我們這一次的金獎，哇，美黑美麗驗證府來期盼呢，這個今年10月樣選好物獲得金獎，是，哇塞，太厲害了，來試試看，也是哦，這個好香哦，對，這個一刀劈工就劈到同樣的茶味的米絲，哇，它有一個味道哎，這是什麼味道？桂花嗎？它有一個花香味在前面，為什麼會有這個香氣？主要我們就是有分2種調性，這個是花香調，然後另外一種是沉香。所以花調性的話，就是等於說，就是不管在什麼時候喝，它的味道就是很舒服。然後調性的話，就是循序漸進。那尤其呢，這款茶其實在晚上喝的話，也不怕睡不着，因為它的咖啡因是最少的。哇！比起就是所有的紅茶系列來說。好舒服哦！每次都給我一吃到呀茶，真的會有一種動漫酒的感覺。我沒有想到這樣子，也哈低美麗，也沒做在色類都按 T P 的茶。因為其實真的各個某 Q 用給手材不一樣的風土種出來的茶的味道都不一樣。但是我覺得可以這樣子給它七嘎烏卡娘家的茶葉，然後再加上先生的這個杭菊，這樣子結合，然後再加其他給創意都沒有理由按用給沖他們每次哦，對沒有令人來講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哎，對不對？也不用了解時間，就有可能做希亞布卡斯茶葉哈。對，所以我覺得這真的很特別。故說這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像這樣子有一點算是創新，對於像做茶做的人家爸爸，也還講人家阿公啊，可能看到像這樣子茶有不一樣形式的結合。我想會對烏卡尼對愛用嘅創新會有意見嗎？他們會不會有其他的想法？比如說，你怎麼把我的茶拿去跟杭菊碰在一起？我們沒有這樣做的，會這樣子想嗎？
其實一開始呢，就是我們在茶的領域當中，我們都是做一個就自然生態，那所以就是完全也是人工除草，完全都不撒藥。对。那甚至就是一開始我想要結合在行局當中，我們就是第一個感官印象的話，可能會怕說有沒有撒藥。那主要的話就是自己看得到，就是最安心的。對。所以呢，我們也是走就是比較就是完全都是沒有撒藥，然後就是一定要認證檢驗過。所以呢，在所有的層層把關之後，我爸爸的話也看得到，因為他也是來到我們銅鑼當中來看，就是行局的一個就是種植，然後跟就是後製的一個部分。所以爸爸就是行局的部分，他也要看到就對了，他也要堅持確定這個來源跟這個種植的過程。对，是。所以在做茶當中呢，爸爸也是就是算親力親為，然後我們就是有任何的一個想法，我們也會跟就是爸爸討論。那其實爸爸人很好，他也會給一些就是不錯的想法，然後跟意見。所以才會就是蹦出更好的火花這樣子。你談講，人家做茶嘅堅持係，比如講樹係講有傷口啊，做嘛該那個時候是要做什麼處理？它是有傷口是不可以碰茶還是怎麼樣？對，一開始的話就是在我們開始就是做茶的時候，爸爸都會希望我們就是先把手洗乾淨，那身上都不能噴有任何的例如說香水啊，或者是的。藥受傷的話也不能擦藥，如果有受傷擦到藥的話，就是完全不能靠近，就是茶青的一個部分，所以非常的嚴格。那當我們小時候就是有時候會跌倒受傷，連傷口的時候，其實我爸爸他們都是用我們的就是茶葉的一個茶湯的一個就是算是把我們洗滌傷口的一個紗布的部分，所以其實。也可以殺菌，然後那傷口在就是跟紗布分開的時候，用茶湯下去把它洗滌，其實是不會痛的。易瑜，你有經歷過這件事情嗎？有啊。真的假的？你也有哦。所以你未來是真的很向往可以成為也是茶師這樣子。真的。所以現在就可以是就是易瑜跟比比黑出去那邊比較共有市集啊、展售啊，都是一起的。对，没错，都會一起，然後包含像剛剛泡茶沒泡到董油嘎斯啊，然後出去市集擺攤沒會同媽媽窮哈，對，所以今天就是以茶5代的身份露出，跟大家見面。還有很多內容同故事要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啲苗栗銅鑼開嘅一間紅茶店。都有偏做在食到好食的茶米，啊，唔過呀茶米係因為比比對家嘅這個烏卡帶來嘅南投民間的茶，啊，韓國同家欣賞銅鑼菜地嘅紅曲，結合做腔下啊，做出來安樣嘅青鐵片的茶米，韓國今日伊咩鐵片帶家嘅妹嘢茶5代。很不容易耶，到俺節目來到第5台，千無艱難嘅一件事情，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剛剛有講到，雖然係茶5台耶，但是一直以來也是慢慢的有在創新。那創新的過程，當然咩有師太人嘅堅持，長輩還是會就是下來巡視啊，口聽啊、品質啦、反應啊，是不是都是跟他一開始的初衷跟理念係共用嘅？以外，它對於包裝上面，因為我想包裝，現在我們看到的其實是非常漂亮，然後也很創新，然後整個環境像今天的布置，我覺得都非常的美麗，然後這個品牌感覺都是用了非常非常多心思去設計的。啲包裝蛋糕，是不是也有跟長輩也會有一點點出入，或者凶犯某共用的素材？是的，沒錯，也會有吼。會，比如說爸爸對於哪一些部分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嗎？在設計包裝方面呢，其實爸爸他很喜歡紅色的，很喜氣，因為這一定的，對，就是過年過節都是要有喜氣的紅色的感覺，所以他很不喜歡有白色的包裝。哈，可是我們這邊就看到白色啊，後面也有白色。對，它主要的話就是
白色的部分就是我們就是慢慢的把它就是比較少，然後我们就以就是其他的調性讓它區分不同的一個就是層次出來，看起來不會就是看起來很素白這樣子，它就可以比較欣然接受。有慢慢的比較可以接受了，所以有分就是有這是第一代的一個就是包裝的一個設計，对，那慢慢的話就是在左手邊這邊最左手邊有第二代的設計，哦，這裡這是這算是第二代的，對，那現在這個是我今年2025年的一個最新的設計地茶窯，地茶窯是什麼意思啊？取決於就是天際之間最純淨然後乾淨的水源以及雲霧繚繞的一個就是茶園這樣子的一個意象，對。很漂亮哎，這個禮盒，可能就東西拿來送你。对，我們剛剛好像還沒有聊到，其實店裡面的招牌的茶，單槍有我們剛喝到的這個杭菊蜜紅茶，還有這個紅烏龍之外，其實還有其他的茶，對不對？是，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茶品的話，其實我們有分就是台灣5大特色的茶，但是我們這個也可以看得到，其實從我們的綠茶是屬於不發酵，然後再來輕發酵的白茶，然後再來青茶，然後到後面的紅茶以及就是老茶部分，然後就是由不發酵到全发酵、重发酵這樣子都有，對，都有。所以這些到藍田都喝得到。是，哇，古說，真緊喺工地沒有你的朋友哦，有閒的時間，真緊做得去請 BB 打嘴鼓吼，對不對？而且還有機會看到第5代小茶師。今天只來1位，還有其他3位，有可能去給發有機會做得看得到。那我們今天很難得邀請你們來到節目當中哦 ，M4He 卡拉 OK 每次都會請就是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識啊，或者是一些小百科啊，畢竟講有關是茶。是不是也有一些喝茶的小知識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說，我就很好奇，到底小朋友可不可以喝茶？其實就是要分時間、興趣拿捏。那其實就是像碧宇，他小時候其實在我肚子裡面就開始學喝茶的。對，因為在就是因為從小到大我很喜歡喝茶。那就是其實就是開水其實也要喝一些會比較好。那就是在喝茶的部分呢，就是每天一定要喝的一個必備的其中之一的品項。那在喝茶的當中，我會比較建議就是說早上跟中午跟晚上做一個區分的調性。那早上的話可以喝就是綠茶或是高山茶的系列，它會比較醒腦。對，那就是在醒腦當中，你在工作辦公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有精神感。對，那另外就是中午的時候呢，比較可以就是喝一點烏龍茶，因為烏龍茶主要的話大家吃這個午餐，然後就是比較油膩一點。那主要烏龍的話，它是就是可以就是去油解膩，它喝起來也會比較就是把油膩感給帶掉。對，那慢慢到了晚上之後呢，其實就可以喝剛剛我們說的，就是紅茶系列，蜜香紅茶或是蜜香紅烏龍，發酵更多的。對，它等於說就是它的味道的話，就是比較溫潤一些。那晚上想要喝茶又怕睡不着的話，就可以取紅茶系列這一段的蜜香紅烏龍，它算是比較咖啡因算最少的。對。古時候算是教大家們該時節做的生馬該茶，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它不可以取代白開水，對不對？是沒錯。白開水含黑歐色，不能這麼的因為是茶就某些滾水哦，因為很多人會說，我喝茶無糖茶也可以啊，但其實白開水還是要喝的，這個很重要的觀念，而體相本太嘎，即便今天是茶師來到現場，都跟他講說白開水含黑歐色，這個很重要。對，沒錯。對，那BB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剛剛有講到你自己有非常多的身份，身為茶師，身為4個小孩的媽媽，然後到現在還要去開課，還要去擺攤，其實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我先來問這個易宇好了，易宇，你覺得媽媽做按斗事情，媽媽做這麼多事情，有沒有哪一個地方是你覺得輕辛苦給手裁？就是出去賣茶的時候，很多客人來，然後媽媽就是都就是沒有那麼多手可以幫忙。所以你就會去幫忙，對不對？聽說前2天就是因為6陽跟前2日在台北南港有辦那個咖啡茶展，你們也有來。是，據我所知，那根本就是個戰場。真的沒錯。所以就非常需要一個小小的泡茶師。所以前2天你也在這啊？對。哇，那不是很忙？對啊。一整天都在泡茶。
很厲害哎。所以比比在這樣子的工作強度之下，還可以一直想要堅持下去。你對茶這件事情，茶對你來講，為什麼會讓你這麼有興趣？從小做到亞哈，然後亞哈按摩喊，講個死的聲音呢，還有你去做亞的事情，對，對你為什麼茶對你來講這麼重要？茶本身就是因為在生活當中，小時候睜開眼睛看到就是茶園，而不是早餐，然後所以對茶的一個就是感情非常的濃厚。那其實念到大學，其實有一陣子是對茶比較反感，覺得做茶好累哦，我為什麼還要回來就是做這些事情？覺得太累了，倒不如坐在辦公室就是輕輕鬆鬆的吹着冷氣。但是後面就是發現其實不是這樣子，就是看到爸爸媽媽的一個堅持，然後跟他的理念，然後把茶做好，我覺得那是一種非常偉大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多客人也很多回饋的一個就是心聲，希望我們繼續做好茶給他們喝，不要斷掉。所以我们一直有其中一個動力，也是來自於就是我們很愛喝我們茶的客人，然後跟爸爸媽媽就是很用心堅持做好茶的一個就是心。然後我覺得就是這種心情，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把它傳承下來，然後再以及就是交給下一代，看他們就是想要用什麼一個就是不同的一個面向，然後把茶延續下去，然後把我們就是台灣好茶推廣到國外。很棒哎，因為呀，真的是一件輕某簡單的事情哦。所以像剛剛有講到的客人的回饋，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你哈本雅的茶給回饋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在我這部分的話，主要回饋就是有想到之前有個客人，他就是打電話給我，那時候我其實已經在外面就是有一些就是活動的時候，那他也很有耐心的想要等我回來，然後回到店面的時候，他就開始喝我們家的茶，那喝到一半的時候，他就有跟我就是聊到說，其實他以前的茶都是他姐姐給他的，那他希望就是說他自己也能就是自己找自己喜歡的喝的茶，那他姐姐給他喝的，他覺得蠻喜歡的，他想要就是再喝看不同的調性，那喝到我們家的時候，他覺得這就是他想要的味道，他已經找了好多家了，那他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大概6、7年，一直都是不同的一個就是方式，就是節日送禮或是自己喝，然後或是就是一些就是公司送禮，他都會來買我們家茶，他覺得我們家茶就是喝起來很舒服、很天然，然後非常的喜歡。而且其實我說輕無簡單的係比比雖然來自南投，不過也哈來到苗栗，真其實係同苗栗結合做強下，因為不管係像現在我們今天講的得獎的茶。也係講沙河兒童大分享都會，其實也是很常跟苗栗的一條攤商一起參加苗栗的一條市集吧市集，對，或者是一些課程的部分，對不對？對，沒錯，也是跟很多青創的攤位一起來參加。對，覺得在苗栗這樣子的地方做這樣子的算是我覺得太感強，他來開店，兩個心情係嘛該？我覺得大家一起的那種感覺非常的。算是很舒服，因為大家都會互相，然後也會互相分享。有時候在市集忙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會互相幫忙、互相協助，然後有一種就是共好，就是就是把銅鑼在地的好茶、苗栗縣的好茶一起，就是不管就是除了茶，還有其他好物都一起就是分享。那有時候其實我們也會互相推彼此的產品，有時候就是自己的客人喜歡喝。不同的就是如果說我朋友他的客人喜歡喝茶，就會聯繫到我這邊。那我這邊的客人如果想要用一些就是在地的一個產物的一個農特產，我就會推廣到我朋友那邊去。很棒哎，真是謝謝你哎。身為苗栗人哎，知道有按用動到細細的力量，大家協助強下，然後一起互相推廣苗栗的東西哎，知道也是一件親厚親讚的事情。未來也希望就是比比在苗栗那個茶行做的開到越來越大，空間越來越大。然後我知道未來可能還有很多的想法，很拜有喊較進一步的時間，分享再過來節目同大家來分享哦。好的，謝謝。好，今天謝謝比比，謝謝一瑜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在神夢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光休息一下，等下停欣賞，跟下來做運動哦。
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無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術慶站，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慶站訂閱韓國影片嘅鏈接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